點解諗住2日，個條友話零晒啦，哇！原來咁記咗喎，唔係係咯，盡我說聲真的愛你，請盡我說聲真的愛你。耶！再大聲啲愛你。佢音樂可唔可以大多少少？寂寞和吉他，從而也是歌手本分。慢慢就俾一個小朋友出嚟。好啦，有啦。我想問啲精彩，但啲精彩啲表演好精彩。我真係睇到好開心，係咪好厲害？咁大家咧都要默默地支持佢哋，送俾大家默默，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！Thank you， 即場一齊唱喎 ！OK。Hello， 山頂嘅朋友，你哋好啊 ！Hello。多謝你哋支持 ，thank you。寂寞木吉他，從來也是安守本分，為你所愛去伴奏。就算知你愛別人，原來行唱歌如情侶十分親近。沒有一下掛念我，但是我可當誰替身？恭喜你哋 ，thank you。談情歌分擔困擾，並未求相戀1秒，同時都失戀於一起，最快樂了。我願於漆黑之中，哼過一句為你閃耀，自問你比我更重要，用盡我苦笑去換來你的歡笑。Thank you， 多謝。為什為了他而難過，你不敢追問，做你的聽眾是我，要你速度太入神，浪漫地痛苦，成全你樂意再強忍，為你安慰繼續唱，就算不夠我動人。笑一
日後月下再約會了，並沒有需要我再唱，也不緊要。Thank you， 多謝你哋。我係中年好聲公二嘅得獎者，我得獎者就係你哋啦 ，Q2 Family，Thank you。因為我覺得頭先真係唱得好，多謝多謝多謝。係咪啊？好啊好啊！咁咧，我知道咧，你今日阿建文哥哥仲準備咗同我哋其中一位關愛學生咧係唱歌嘅喎，咁係嚟自咧沙田公立學校嘅譚達橋同學咧，咁一齊唱歌嘅喎。係。我哋依家用好熱烈嘅掌聲歡迎阿譚同學上台先，好唔好？Thank you。好，如果識唱嘅咧，咁大家可以一齊唱喎，好嘛？好，咁我哋一齊唱《真的愛你》，識唱一齊唱 ，OK。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，帶出溫暖永遠在背後。縱是多數始終關注，不懂珍惜太內疚。沉醉於音階，他不讚賞。母親的愛卻永未退讓，決心衝開心中掙扎，親人中可報答。春風快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顧無言地送贈。是你多麼溫馨的目光，教我堅毅望着前路，慶祝我跌倒，不應放棄。沒法解釋怎可報盡親恩，愛歡大是無限。請准我說聲真的愛你。不懂珍惜太內疚，仍記起溫馨的一對手，始終給我照顧未變樣。理想今天終於等到，不能荒廢盼做到。春風快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顧無言地送贈。是你多麼溫馨的目光，教我堅毅望着前路，叮囑我跌倒不應放棄。沒法解釋怎可報盡親恩，愛意寬大是無限。請准我說聲真的愛你。一生眷顧無言地送贈，是你多麼溫馨的目光，教我堅毅望着前路，叮囑我跌倒不應放棄。沒法解釋怎可報盡親恩，愛意寬大是無限。請准我說聲真的愛你，請准我說聲真的愛你。祝大家母親節快樂！哇！真係唱得好好聽啊，係嘛？不如咧，我同兩位傾下偈先，好嘛？我唱得咁好聽，要同你傾下偈，唔好咁快走住喎。
建文哥哥，我想問下你已經第3年之前關愛學生呢個活動有咩感受啊？我自己非常感恩啦，因為已經第3年參加啦，咁一齊關愛啦、關心社會啦，亦都好中意呢個積極自強燃亮生命，因為每一個生命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啦，亦都好有意思、好有意義。即係我哋每個人咧，其實都可以咧突破自己啦。即係好似我其實由第1年做嘅時候，我係全民造星第10強，但係我今年已經去到即係中年好聲音第4強。即係每一個人咧，其實都可以進步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用。只要我哋努力去練習咧，其實就可以啦，係啦。同埋我同學真係非常厲害，因為其實咧佢 send 咗條片俾我啦。咁我係聽住佢練習啦，咁我就其實今日咧第一次係嚟到先開始一齊夾嘅啫，所以佢真係好努力去練習，亦都練習得好好啦。咁我哋啱啱其實夾得好唔好啊？好唔好聽啊？可以俾多啲掌聲同學先，好叻啊！我哋俾大力嘅掌聲，我哋嘅譚同學啦。不如我又同譚同學傾2句好唔好啊？譚同學，我想問下你啦，可以同建文哥哥一齊合唱，你會唔會好緊張咧？其實我有少少緊張嘅，不過經過收咗呢個通知之後，我都練咗2-3個禮拜啦，我都 OK 嘅。俾啲掌聲佢，2-3個禮拜，好叻㗎，好叻啊，係咪啊？好啊，咁多謝晒2位嘅為我哋帶嚟咁精彩嘅演出啦。咁我哋咧依家先請阿譚同學咧到台下就座先，咁啊建文哥哥先留步，你好似有禮物收。OK，thank you，多謝。係啊，嚟自香港西區扶輪社康健神階學校嘅李子欣同學，畫畫好叻㗎。今日佢仲親自創作咗3幅畫作，除咗送俾建文哥哥之外，亦都想送俾總監同埋會長。冇錯啦，咁我哋依家先有請我哋嘅大會主席黃澤龍師兄，係啦，咁啊子欣同學咧已經喺台上啦，咁我請2位咧同一齊致送呢份咁有意義嘅紀念品咧，俾我哋嘅愛心大使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先有請我哋嘅總監沈顏師兄，同埋係啦。多謝。後發場咗呢個。我哋可以企到台前過少少，係啦，向右邊少少。好，唔該晒咁多位。好嘅。咁有請啦，大家可以到台下就座啦，係咪啊？係，同學可以到台下就座先。好。我哋個全場自拍大合照。當然可以啦。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好，大家可以請到台下就座。係啦，我哋嚟一張全場嘅大合照。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嘅 Vincent 師兄，咁我喺度宣布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。呢唔係呢邊咩？